Hello，大家好啊！又係努力讀書嘅 Isaac 啊。今日想同大家講下另一本小說啦。冇錯啊，又係小說啊。因為我最愛睇小說，其實少少不學無術啦，好少睇啲好有教育意義嘅東西嘅我。其實今日想同大家介紹嘅呢本書呢，就叫做歡迎觀賞殺人預告啊。係一位叫做麥克拉文嘅作者，佢寫嘅一個系列作嘅第一集嚟嘅。講少少背景啦，呢本書呢喺英國犯罪小說作家協會金匕首呢係攞獎嘅。我係見到呢一個話係得獎作品，我先至自己買翻嚟嘅。我都捐咗呢本書，我親自真個辦買翻嚟噶，我已經捐咗俾呢個閱讀天地噶啦。如果大家有興趣都可以過嚟睇下。聽完呢條片，大家如果都覺得有興趣，真係可以花少少時間去睇下。不過有啲厚啊，我都用咗好一段時間去消化。畢竟係英譯中嘅文學作品啦，亦都需要啲時間去思考佢裏邊一啲懸疑嘅部分啦，同埋佢係充滿住呢個英國嘅黑色幽默啊。可能英譯中唔太傳神，又或者係我哋嘅文化比較難啲理解我都會有時候會上網查下，佢呢個幽默究竟係想講乜嘢啊？點解會即係嗰度啲人會覺得你講啲咁嘅嘢係咪即係有啲咩特別含義啊？或者覺得好笑啊咁樣樣？大家都睇到個標題啦，就叫歡迎觀賞殺人預告啦。冇錯，佢係講殺人嘅，而且係講一啲好似連環殺手咁嘅東西啦。作者呢，幫呢個主角命名就叫華盛頓波。佢嘅人設呢，就係一個硬漢型嘅警探啦。佢人本身好古怪嘅，都討厭一啲規則。好有 character 係咪？更加有 character 嘅就係佢係住喺鄉下啲荒屋嗰度嘅，係嘛？就要朝三顧茅廬先揾到佢。另一個為佢增添一啲人設色彩嘅就係佢係自己住，不過係同隻狗一齊住咁樣。人就得佢自己一個啦，同隻狗一齊住嘅，有少少 John Wick 嘅感覺。呢本書開頭其實佢就停緊職嘅。好似一個隱士咁樣就匿喺個鄉下嗰度住啦。但係呢，都有提到佢係一個辦案能力一流嘅一個警探嚟。邊個去揾佢呢？當然就係要拍翻個拍檔啦。呢啲一定係要兩個之間擦出一啲火花先好睇，先至會產生到一啲黑色幽默。係啦，另一個拍檔呢，就叫做提利布雷肖。佢嘅人設就係天才分析師啦。一定係咁嘅。但係咧有社交障礙，係咪好熟悉呢？呢啲咁嘅配搭係嘛？但係講嘢就食長食肚啦，因為佢社交障礙啊嘛，係嘛？好似我根本都冇考慮到我有冇得罪你，所以佢係一個口無遮攔嘅人嚟，開口及着你啦，我哋叫做但係冇辦法。鬼叫佢係天才，天才分析師最大特點就係咩？佢分析能力真係爆棚。呢對 partner 一個就憤世嫉俗，一個就天真率直啊。兩個之間嘅溝通充滿住黑色幽默，呢一啲嘅黑色幽默係推進住成本書嘅劇情向前。理所當然會俾少少劇透啦，係咪？故事嘅開端其實係講一個叫火祭男嘅 character， 佢用好殘忍嘅手法喺唔同嘅巨石陣燒死一啲受害者，所以咧就命名咗佢做火祭男，係嘛？巨石陣啊，喺嗰度殺人，就好似祭祀一啲嘢咁樣。但係咧神奇嘅係，書裏邊第三名受害者刻咗我哋男主角華盛頓波個名，同埋一個誤字。我哋嘅主角俾人停緊職嘅，因為咧捉犯嘅時候咧，用啲灰色嘅手段啦，即係一啲唔光彩或者係一啲少少違法嘅手段啦。呢個黑字咧，俾人發現咗之後咧，冇辦法啦，
我竟然黑得你個名嘅，咁你去查啦，呢單嘢係你跟開噶啦，咁樣。咁啊，逐漸網絡啦，隨住屍體嘅增加啦，兩位主角就發現，受害者表面好似冇乜關聯，但其實係有共通點，有共同嘅秘密。佢哋都分析到兇手係一個精於解剖啦、科技啦、心理嘅一個變態殺手，仲好似特登喺度玩緊 game 咁。我哋嘅男主角波就逐漸咁意識得到，原來好可能自己係火掣男計劃嘅一部分。案件就由連環殺人慢慢指向更加黑暗嘅陳年舊案，結局反轉非常之令人意想不到，而且好多伏筆，一定要睇過先至會知。咁啊，我睇完成本書啦，我真係用咗好多時間，我死咗好多腦細胞，但係我覺得都值得嘅。但我最深刻嘅就係我發現最恐怖嘅殺人犯，未必係黐線佬，反而係一個有計劃、有動機，甚至乎係因為要復仇先至去殺人。呢個作者將英國湖區嘅巨石陣寫到好有神秘感，配合住劇情同埋現代嘅呢個調查，呢個犯案調查，將每一個角色都描寫得非常之立體，好似呈現喺我眼前咁樣。哇！嗰一刻我好似明明自己睇緊嘅字，睇緊嘅係一本小説，俾我感覺好似睇緊電影咁。呢本應該係本年度英譯中我最喜歡嘅小説，包括其他類型，不限於推理小説。如果你係一個鍾意燒腦，但又唔失去人性嘅推理，我非常之建議你攞起呢本書去睇。呢本書仲有第二集嘅，呢本書嘅第二集就叫做《黑色夏天殺人事件》。我已經準備好要買啦，我已經申請好 permit 係嘛，同我家太太申請好 permit。我要多少零用錢，我一定要買埋呢本書嚟睇。佢就係有咁出色啊！睇完呢本書，如果你再翻嚟呢條片，你都可以話俾我聽。你覺得火掣男嘅動機係咩啊？俾少少劇透大家。係啊，咁歡迎大家留言啦，話俾我聽，大家對一啲英譯中嘅書有咩睇法啊？又或者係一啲懸疑燒腦嘅小説有咩睇法啦？係嘛？咁好啦，下次再見，拜拜。